到时要关心的是，国民党主席补选开始受理登记，前副主席郝龙斌伫今仔日到党中央来代理，带恁来听伊安怎讲。首先我要谢谢我们这么多党内同志，包括各个世代，而且都是有民意基础的，来给我支持，给我温暖，让我对于参选党主席这件事情信心倍增啊。我想大家都看到。 国民党面对总统大选还有立委的挫败改革改变是当务之急。我也希望透过参选党主席走出改革的第一步我觉得做党主席最重要的就是要无私无我。我将来会用无私无我的态度，积极的来协助国民党脱离现在的困境。更重要的。 我也要用无私无我的态度积极的寻找、辅佐国民党的中心之主，还有培养我们国民党的接班梯队做党主席，我觉得很重要，要专心，还有专职。我绝对会专心的做好党主席的工作，而且我不会把党主席作为下一个政治职位的跳板。我绝对会专职的把党主席工作做好。 我会24小时的在党部，甚至在基层，透过跟党员、透过跟社会大众的沟通协调，倾听民众的心声，了解党员的需求，真正全心全意、大破大立，把党务改革的工作做好国民党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人才的培养。其实今天站在我旁边，有非常多的年轻我们的党员同志。 他们都是没有家世背景，同时他们都有战力、有理想，而且在过去透过许多人的帮助，我也尽了一份心意让他们能够参选。今天他不仅是国民党的战将，也是国民党未来的希望对于党务改革工作，我觉得最重要的组织再造，尤其未来我们的决策核心，我一定会有。 青壮世代、年轻世代的我们党内同志，尤其是有民意基础的党内同志，积极参与到决策核心。所以未来的党主席一定有年轻世代的人，党副主席一定有年轻世代的人。更重要的，我们未来党的副秘书长，尤其是负责年轻工作的党的副秘书长，我一定会由年轻人来担任。另外，党的一级主管，我们一定。 会让我们青壮世代来参与，而且我们的比例不会有上限。尤其就是在党内，现在在公职人员身边的青年干部只要他有参政的决心，我们一定鼓励他参选，甚至积极培养训练他从政，为国民党注入新血。其实这次的参选过程中间，我觉得最重要是透过参选。 我们真正凝聚未来党的改革共识，尤其我的好朋友志强兄一再强调，希望党能够越选越团结。我希望我们也做个君子之争，让党的未来透过选举的过程，我们越选越团结。再一次谢谢大家来给我支持，给我温暖。我也相信，透过我们的努力，国民党的再造，国民党的浴火重生指日可待。谢谢大家，谢谢，加油！ 谢谢大家，谢谢。